好来，乡亲啊，你对家己这个身躯、身体满意度有偌悬咧？这个英国有一间大学上新的研究，讲台湾人对家己身体形象满意度真悬，排世界第2名。这个研究嘛来指出，这个身体形象的满意度愈悬者，自信心嘛对咧提悬。 健身教练体格粗壮，身材结实，对体态要求非常的高。英国有一份研究调查主要国家民众对家己身体满意度，那呢台湾人对家己的身体敢有满意嘞？比较 OK， 腿要长，就是感觉早上起来是精神好的那样子，就是觉得这样就好了。英国的这项研究内底调查全球66个国家。 其中对家己上届满意的前5名，台湾是排全球第2，马耳他是第1，南韩排第5。英国对家己身体上届无自信的国家，第1名竟然是澳洲，英国嘛排伫咧上无自信的第3名。研究嘛发现，身体满意度和心理健康，也有生活品质有关系。现在因为认知能力变高了会知道说原来训练过后，这个有线条，对，有块状会是更好看的，你的身体得到一个舒压嘛。 对，心情其实是会比较好，尤其对于现在这个比较文明的这个社会来讲，台湾人开始有健康意识，去健身房运动的人嘛愈来愈多。经运动增加身心健康，嘛会当提升家己的自信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